即马袂使。你运动厝内较少啦，厝外大概60外度尔。恁兜厝内较少哦？对啊。方明讲因兜敢若室内敢若50几度尔。因兜遐大间诶，伊个安尼拢，要安怎讲？伊迄 room 诶空间太大了啦。层层小气啊，开咧行呢。平安，天兄。平安。老师平安。谢谢平安。平安。平安。我老爹了平安。平安。哎呀，对啊，平安。我听到较好势。较好啦，站较无好，行较好。你毋是较好，你是腰较好，腰好，较好。讲昨暝规暝无困啊。嘿啦。食迄落啥？迄落羊葱诶汁啊吼，啊，家啉了煞规暗拢目睭金苦苦。想讲要食迄较好困，啊是袂困着。都莫食。嘿啊。你门关起来，你是用开。好，无咱先来祈祷。仰头阮的天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谦卑祈祷，主求你会旨意伫阮的内面显明。特别是当阮咧面对疫情的时阵，阮恳求主你的恩典，甲阮三甲弟弟，也有济济伫第一线咧做 COVID unit 的即个医护人员，即个朋友咧表示因的capacity 伊愈来愈少吼，需要大家帮赞，会当做好家己的即个防疫的工作。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真正看重阮所应该着爱做的代志，也互阮会通来保护家己，也会当诚做保护别人的人。主，阮也为着今仔日个组织来献上感谢。阮会通透过即个方式online 的方式来三甲见面，做伙来研讨主你的话语，也互阮看见保罗伊对伫你的呼召，伊的回应，甲伊的行动头前来行。阮会通伫遮来学习，伊无惊伊头前所要拄着的，伊全然来对你的旨意来行。主，阮将今仔日阴暗的组织交托伫你的手中，主你的圣神智慧来开启阮，互阮会通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来今仔日就是应该是讲正式啦 ，officially 保罗的三届宣教行程
结束的一个时阵啦吼，伊受了了后，就是要进入第四摆，也是按后壁咧讲，伊个后壁是受了，然后送去伫即个罗马的即个过程安尼吼。啊，所以伫即个内底，那是小可我一个时间诶，主经咧甲我讲伊无倒起来，我来甲用一下。啊。练，不要练，个少。我传互伊啊吼。好，所以今仔日原则上是算 official 的第三摆宣教旅程的结束的一个时阵啦吼。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伊咧面对咱前礼拜讲到伊的案算是要坐船转去尾啊，因为犹太人的逼迫伊，所以就改行程吼。啊，但是这个改行程到落尾，伊嘛是爱面对犹太人即个出卖、受掠等等遮个代志，所以咱今仔日会来看吼。啊，地点就无介济啦吼，就几个耶路撒冷附近的遮个海港啊、城市吼。所以我今仔日小可改方式吼，我直接对一个要分享的点，我就切入去我互咱的资料内底，咱会当看出来我有小可改变安尼吼。好，咱大概看即摆的行程，基本上就是15、16、17、18啦，吼。伫咱我这 PowerPoint 内底右下角即个吼，伫即个部分吼，今仔日大概是看到即个正片即个部分啦，吼。啊，咱念伊的小可伊讲着讲伊对表达来即安怎过来吼，啊，经过即个塞浦路斯南部即个吼，即个路程吼。保罗要离开即个推罗的时阵，即个推罗的门徒劝伊毋好去耶路撒冷啦吼。咱倒转来看即个地图啊吼，咱爱知影就是讲伫地理上吼，伫地理上推罗到耶路撒冷吼是叫做罗南，吼叫做罗南。啊是安怎伫即个所在，伊会讲莫落去莫去即个上啦吼，经文是讲上啦吼，莫上耶路撒冷。对因来讲，去耶路撒冷是上行吼，伫诗篇有上行之诗，因是迄个上耶路撒冷，上耶和华的圣殿，有迄个概念，甲地理观念较无共款。即个伫使徒行传内底出现几若摆吼，就是讲亲像有人第一摆了后15章吼，有人对耶路撒冷落去安提阿。第二章你若看地图，伊是上北，但是会讲落去，因为因感觉耶路撒冷是上悬的位置，迄是上帝的圣城吼。用这个概念去看的时，咱就该解清楚啊。无论伊要去倒一个方向，伊拢讲落去，对耶路撒冷出去拢安尼讲吼。所以咱大概知影这个概念啦吼。啊，保罗因一到伫推罗的时阵，就有遐兄弟姊妹劝伊莫去耶路撒冷吼，莫去耶路撒冷。当然因有因的原因，咱念伊会讲着讲后壁有迄个先知，甲伊启示讲圣神启示讲，叫即个伊莫去吼，因为伊头前有危险等等遮个代志吼。这是保罗所要拄着的代志。啊，伫遮咱就看到几个初代教会发生的一寡代志啊，对保罗的身躯顶所看见吼。所以推罗吼是保罗已经转去到咱咧讲叙利亚犹太地所在啊啦吼。啊，拄则的地图吼，你连伊阁会看到吼。拄则地图互咱看讲，伊是设即个居比路啊，是讲塞浦路斯的南边。啊，为什么设南边？咱会记得第一届时阵，保罗吼，
伊出发的时阵，第一站就去塞浦路斯，吼，这回那西南边，你会知影讲伊去的出发的所在，甲即马要来的所在无共款。保罗第一届的宣教行程是对倒开始？对叙利亚上北边的即个安提阿，所以伊会绝对是经过即个塞浦路斯，无就塞浦路斯的北边，吼。即回伊是要直接要去耶路撒冷。咱伫前礼拜20章内底的时阵，咱就看讲，伊本来是要对希腊雅典遐直接坐船转来伫耶路撒冷，因为伊按算要伫即个咱咧讲的圣神降临节，也是讲五旬节的时阵转去到伫耶路撒冷，所以伊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是往南的吼，往南的，所以一定是斜对居比路吼，塞浦路斯的南边吼，即个土地吼，地图伫遮咱会去当看讲，因为伊即个路线是安尼，吼，伊的目的是要来遮，咱会知影吼，前边保罗是直接来到加萨利亚，过来就落来耶路撒冷，即回是安那会安尼踅几若站？其实伊毋是今仔日才踅几若站，前一章咱已经有看到啊吼。保罗伫遮踅几若站，因为伊拢刷伫即个行程的时阵，伊所坐的船毋是大船，吼，毋是遐尼大只，所以伊要去的站也是讲因本来的路程，就无直接去到伫下骹即个吼，所以伊的行程就甲进前咧行的拢无啥共款吼。好，伫第一节甲第六节中间，咱去看一个就是圣神感动者的信徒，互因来主动保罗，因为因知影保罗去到伫耶路撒冷会拄着一寡问题。当然，圣神感动因，互因知，嘛真有可能推落伊本地即个甲耶路撒冷的距离真近，拢有一寡犹太人咧互相咧通商。咧旅行的中间，检查因早就听着一寡风声吼。咱知影保罗已经2摆倒转去耶路撒冷，甲使徒因报告吼，所以伊所咧做的，对第一摆我想，就已经有人对伊真无满意。因为第一摆伫使徒行传15章发生啥物代志，就是伊伫遐坚持讲外邦的基督徒毋免受割礼这项代志。当然彼得也起来讲。但是你注意看，咱倒转去看迄15章的时阵吼，你会看伊讲，彼得讲嘛无啥效，到尾就爱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出来讲话，迄个代志才安尼定案吼。所以基本上伊有真大的犹太的即种文化的阻力伫迄个所在。我想即个部分有足侪的累积。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咧想吼，咱会当想象就是亲像耶稣3当会传福音共款，有遮的法利赛人、祭司、经学师，拢想计谋要来害耶稣吼，大概是安尼，就是因为因所咧做的、因所咧坚持的、因所主张的，甲犹太的本身的文化有足大的无共款吼，所以因一直咧想即项代志啦，吼。好，这个经文讲到正男，当然咱知影是推罗的信徒吼，甲因的这个厝里的人，甲保罗来相识，并且伫这个岸边做伙祈祷。这个前礼拜咱伫这个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嘛，看到保罗甲遐个信徒有所长老，伊嘛伫遐做伙跪咧祈祷来相识吼。好，伫推落了后，伊就行陆地去到伫即个多利买吼，是咧，伊个坐船对推落个坐船去到多利买，这是伊个行水路的上落尾点，然后伊就开始行即个陆路吼，第二天伊就起程去到即个该萨利亚吼，所以这是这无是一个经过站尔定吼，咱知影。我拄则讲，伊的即个船，伊的可能大细较有差，过来伊就是讲，伊本地安排行程
照圣经甲咱讲，伊是去推落遐落会，所以伊诶行程早就安排，所以遮佫过一站了后，保罗才落船吼。即个地名吼，多利买的地名，我有互咱简单的资料尔吼，啊，我有佮补充伫遮，咱注意看即个地图吼，即个地图就是多利买古早伫旧约的名叫做阿科吼，啊，伊即个是伫旧约，我连伊会佮小一个士师记的经文吼，啊，伫旧约就已经存在，但是名无共款，即到老尾去互即个回教徒占即个犹太地了后，因佫甲名回倒转来吼，佫甲嘛即马叫做雅各啦吼。好，多利买吼，就是伫迄个腓尼基人诶因所拥有诶吼，伫主前300几年诶时阵，因就已经有啊啦吼。啊，当然佫较早吼，佫较早就有即个城市，但是迄阵大概主前300几年诶时阵，就已经建设甲真大吼，真大。当然落尾帝国去互分诶时阵，伊嘛是去互分割，成做叙利亚一个小国内底诶一个真重要诶一个海港吼，一个海港。罗马去互消灭了后，即个回教势力入来，伊则佫甲即个多利买即个名来改倒转来做雅科吼，再改做雅科吼。拄则我有讲，伫遮有一个较重要诶一个古迹，就是甲十字军东征有关系吼。十字军诶东征呢，是基督教诶团体甲回教诶团体诶中间诶战争，就是讲十字军叫做东征，就是意思是对西方诶国家来，就是西方诶国家、欧洲遮诶国家，因有派宗教军队要来创啥？要来甲圣城摕倒转来，即个战争啦吼。所以咱前几礼拜文皇兄伫咧问讲，遐过去遐教会佫有伫诶无吼？这就是政治诶战争，宗教伫咧后壁，头前是政治吼，伫遐政治诶战争吼。但是咱知影十字军诶东征是一个基督教历史中间一个足黑暗诶一个历史啦吼。十字军诶东征基本上毋是一个好诶见证吼。但是伫遮有一个真重要，就是因当初是甲称作圣女贞德城啦吼。伫即个内底有一个地洞吼，有一个地洞是当初是咱讲诶军病院啦吼，军病院即马有人甲挖出来吼，有甲挖出来即个古迹吼，伫即个内底吼，有即个以后隧道吼，因诶军队拢秘伫咧即个内底，有迄落吼，即个军队啊、病院啦等等诶吼，即伫即个是不是军东征进前，这本来是一个礼拜堂，这嘛是即几礼拜文化兄咧问诶问题吼。即个礼拜堂从去互回教诶组织占领了后，就搁甲改做清真寺，即个已经真典型诶清真寺，迄个圆拱吼，迄个圆拱。所以咱就知影讲，政治咱来去，即个拢会受到影响，受到改变吼。这是伫多利买即个所在咱所看到诶物件啦吼。即个经文放伫士师记第1章31节，咱有看到即个亚瑟无赶出雅各甲西顿的即个居民吼。这拢是咱当初是讲的外邦啦吼。当初是伫士师旧约的时阵，遮大的吼，遮大的拢啥物人呢？遮大的拢是迄个大笔的对手啦，足坚强的人吼，足坚强的人吼。所以咱知影讲，遮拢是所谓的外邦吼，到因进入了后，才慢慢来占领吼。好，了后保罗就去到即个该撒利亚，这是第8节到15节的所在。遮内底有发生几项代志，较值得咱去讲的，就是讲伊住伫腓利的厝呢吼。腓利是
有几若个人的名叫做腓利，耶稣文道中间嘛有一个叫这个名吼，但是这个是初代教会7个执事之一啦吼。使徒行传第6章第5节到第6节，咧讲到这个人，伊是甲司提反做伙咧管理教会内底食饭啊、杂务的一个执事吼，一个执事保罗转来了后，就去到伫因兜吼，甲伊点做伙。这个人伊家己当然有伊的家庭，嘛真热心啦吼，真热心吼。这是经文啦。我想我已经互咱资料，我就无去读啊吼。好，腓利本身除了早期去用差派做行政事务的管理者以外，伊家己嘛真热心伫福音的传播的顶悬吼。伊开始咧传福音，司提反咧受难的时阵，迄个时阵保罗还搁咧迫害教会吼。伊阵保罗还搁咧迫害教会，伊就见证着教会受到逼迫吼，犹太宗教的逼迫的即个代志。了后，伊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即个撒玛利亚传福音。使徒行传第8章即个所在有记载吼。腓利有一个真出名的记载，我毋知咱安尼读的时阵有想起来无吼？伫第8章后壁面26节到40节，吼，圣神差遣伊伫个沿路的时阵，有一个伊索比亚吼，伊条比亚的即个大使啦吼，总管吼，伫车顶咧读以赛亚书吼，伊伫下面来问讲，你读这你捌无吼？伫遮对话，伊就甲伊传福音，甲解说以赛亚书，甲伊讲即个就是咧讲耶稣基督吼，国我的主，然后伫遐甲传福音，伊就接受，然后当场就甲伊洗礼吼。即个是腓利较重要的，咱咧讲的事迹啦吼，伊所做的是真特别的代志吼。所以咱若要照讲吼，即个对外邦的传福音吼，应该是伊上早啦，吼。但是伊毋是介正式的一个有报告，也是讲伫即个会议内底讲的吼。但是彼得是算使徒的角色，伊就咱讲 officially， 彼得讲伊对伫即个割礼的代志就足清楚咧讲啊吼。所以你会看伊讲，其实保罗伊讲伊是外邦的使徒，伊嘛毋是第一个。那照安尼要看有圣经的记载，伊算第3个啦吼。但是伊甲即个外邦的宣教变做伊家己的真清楚的呼召安尼吼。好，即个腓利有4个查某囝，拢无结婚，拢会讲有言啦吼。所以咱看伊讲，一个真服侍的老爸，伊的囡仔对咧服侍吼。好。然后伫遐，伊拄着一个先知吼，10节到12节，叫做阿加布吼。圣经伊无出现介济啦吼。伫即个使徒行传11章吼，甲21章出现俩吼。伊是一个讲预言的人吼，讲预言的人，伊拢讲圣神甲伊启示的代志吼。伫遮伊嘛甲保罗讲圣神甲我讲啦吼。叫你毋好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要来甲你掠去吼，要交伫外邦人的手中啦吼，要交伫外邦人手中吼。OK， 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伊伫即个所在拄着有介济的代志吼。伫遮咱阁看到共款的迄个用词，比如讲伊讲对犹太落来吼，这是该撒利亚尔呢。犹太伊遮本来就是犹太啊，但是这个犹太是特别咧指耶路撒冷。共款耶路撒冷出来拢讲落来吼，伫圣经的角度吼是拢安尼讲吼。好，这互咱大概去知影一下吼。所以这个阿加布伊这个先知就甲伊讲啦吼，叫伊毋通安尼去吼，有人会甲扰乱啦吼。有诶圣经学家吼讲，即个
阿加布是耶稣差遣出去70个门徒之一啦吼，但是咱无其他的圣经的即个根据吼，咱只不过是参考大概知啦。啊，我想伊是毋是介重要吼？较重要是伫《使徒行传》记载伊2摆，伊的角色就是一个先知，有圣神的启示伫个身上，伊咧传上帝的话。我想这个较是重要，伊的角色伫这个所在出现啦吼。过来就是讲，咱看见讲保罗伊无听初劝啦吼，13节、14节，保罗伊继续伊坚持继续行吼。过来伊有拄着即个拿顺的人吼，伊即个是对屈比路来吼，但是伊的出现嘛是干那即段经文尔吼。过来讲看着讲耶路撒冷的时阵，门徒的欢迎啦吼。所有的门徒拢来欢迎伊吼，当然即个门徒是咧讲着初代教会遮的兄弟姊妹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最后一摆嘛是逐个人拢欢迎伊啊，敢毋是安尼吼？即个是一个真趣味的变化啦吼，好保罗去见雅各，咱注意看吼，伊无去找彼得哦，伊去找雅各吼。差不多是伫迄个当时，对15章咱会当看出来吼，就是雅各伫门徒的中间是一个领导的地位，一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咱伫遮看会看讲，伊去到伫耶路撒冷，伊也去找雅各吼，去找雅各。然后伊当然就开始伫遐报告伊第3届即个宣教的代志吼。过来，因听了就归荣耀互上帝吼，即正门徒、正使徒吼。犹太基督徒开始来甲伊为难啦吼，就是讲要来找机会来找即个保罗的问题啦吼，问题吼。保罗伊有带4个人伫使徒的款面的下面，伊带4个人吼，去伫即个行洁净的礼，搁爱照迄个犹太教的律例吼，去交规费啦吼，爱得剃头啦，爱洁净啦，遵行律法啦吼，安排日期等献祭，当然爱有祭司，因祭司咧服侍是有照排班的。吼，有人伫遐排班当值的时阵，因才会当献祭吼，所以嘛是爱 make appointment 吼，了后因才排时间要去遐献祭安尼吼。过来就是讲，这犹太人开始筛人种人吼，这犹太人是啥物人？咱主要看圣经甲咱讲，这个人是对亚细亚转来的犹太人。保罗伫以弗所的时阵嘛是拄着犹太人吼，但是到落尾是因当地的传统宗教。那其他的所在，像第1届、第2届，伊所拄着的，拢是伫亚细亚这犹太人咧甲伊阻挡，咧甲伊作乱吼。这人吼，都倒转来伫耶路撒冷继续来筛人吼，继续来筛人。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保罗。拄着即阵真正是真咱来讲真恶质啦吼！伊走甲去马其顿，去到希腊，这人拢一直对咧吼，一直对。即摆佫倒转来伫耶路撒冷遮吼，来要来掠即个保罗吼。所以因控告保罗带外邦人来拍拉三圣殿啦吼。即个是足大的问题，就是讲。甲礼有关系吼，甲礼有关系。因一直认为保罗坚持外邦人毋免受割礼是无洁净的一件代志。所以带无受割礼人入去圣殿，因感觉这就是咧拍拉三圣殿啦。所以因就甲保罗掠掉的吼，甲保罗掠掉的。然后因送去倒位？因送去。要送去即个千夫长遐吼，嘛无，因想办法要甲伊先用私刑要甲拍死啦。但是有人去报密
有人去报密，千夫长就出面，千夫长当然是咱咧讲罗马的军官，代表罗马政府。犹太人想要杀保罗，但是当千夫长出面的时阵，因就停止拍保罗。为什么？因为照伫圣经甲咱讲的教示，当西时犹太人掠耶稣的时阵，因去找彼得岛的原因，就是因为罗马政府无互宗教团体有杀人的权柄。这个真重要啦，所以当千夫长出面的时阵，表示因想要暗甲保罗杀死这项代志，已经咱讲开天窗啊啦，消息落出去啊，所以因袂当来执行这项代志，袂当来执行这项代志，所以就无法度因就停手，无去继续拍当然千夫长就来甲伊帮赞啦，犹太人虽然想要来杀保罗，但是这个亲像这个阿加布这个先知所讲的安尼伊伫遮有人要甲伊来甲伊捆绑，甲伊掠，要交伫外邦人的手中，这就应验这个先知所有言的这个代志所以千夫长出面千夫长到尾就爱甲收入来啦甲收入来，因为伊若阁放出去的时阵，保罗就真有可能会去互这犹太人来甲伊错手拍死就有可能了后咱就看伫圣经内底看到保罗甲千夫长的对话这段的对话，我想嘛是会当互咱来参考啦保罗伊是足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就甲人来传福音。伊去到伫罗马的时阵，伊嘛是安尼啦伊伫即个37节到40节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来为着家己辩论啦当然伫迄个所在，伊也有讲着讲，伊是一个犹太人伊毋茫会当亲自甲遮个人来讲话就伊用即个犹太人的话来希伯来话来甲遮个人讲话咱知影伫当初时有几个无共款的语言咧，即个通行伫犹太人中间，因上界亲的，就是用希伯来话相对话啦当然官方的话就是希腊文伊嘛有讲着赫兰文啦基本上就是若官方的语言就是希腊文若伫即个对犹太人本身来讲，因就用希伯来文即两个语言，甲咱即马所了解的希腊文甲希伯来文拢已经无共款啦，这是古典的文所以咱会当看讲伫即个所在，保罗伫即个所在，伊用无共款的语言来甲即个千夫长讲话伊嘛讨迄个机会咱搁若接续落去，搁看后一章的时阵，就会当搁看演说保罗伊安怎继续伫甲遮个人对话啦所以咱会当看讲千夫长伊徛伫即个律法的角度来去看保罗我会感觉讲好哪亲像耶稣所面对的共款。彼得岛嘛讲，我查无伊的罪千夫长嘛认为伊是无罪，所以甲解救啦伫即个所在，咱会看伊讲保罗伊真正继续照伊所得到的呼召勇敢继续头前来行虽然有人来甲伊警告伊嘛无安尼就躲闪伊佫继续来去伫即个耶路撒冷拄着即个犹太人的即个作乱去互掠好，安尼今仔日讲到遮我来关，然后咱会当来讲。